有来自母语家庭的老师，家己开课讲蛇，而且是用台语来讲，用实体这蛇皮、蛇壳，互囡仔认捌到蛇的美丽。还佫有这撞到蛇时阵，咱爱安怎来处理？有真侪囡仔头一摆有机会来碰到这蛇壳，囡仔也拢讲真心实。看蛇皮的花草，正面、倒面拢望看卖、片看卖。真侪人若看到蛇，会互蛇吓着惊。不过，这阵性别行动不的囡仔，毋若袂惊，佫感觉真有兴趣。伊有兴趣，我有先问过伊啦。比如讲，啥物蛇会使接近啊？啥物蛇？就是爱离较远迄种的。平常时有去爬山啊，去像哪内底啊，就是会看到一寡虫拖，啊对蛇伊嘛有兴趣安尼。你会当安尼摸量梯梯，会当看到量梯梯，蛇的较正正倒位是蛇的巴肚，你感觉佫是平时的巴肚？一条长长的蛇壳，大人囡仔拢真罕得有机会通真足看详细望。这个台语讲蛇的课，老师是做生态研究的阿莹。伊是参囡仔讲台语的母语家庭家长，也伫国校啊教浸水式台语生态课，为着打破大家对蛇无好的刻板印象，伊开课用台语来讲蛇的美丽。是阮一下呢，还是顶一下呢？因拄着蛇的时阵，头一个想法就是该拍死。我是感觉讲安尼，其实足伤心的啦。分头甲扫帚的这个方法，啊，算讲有一点仔甲伊扫起来，放伫个粪扫桶内底，爱用挂先甲伊盖一下。有专工处理的人来的时阵，伊可能就会当规骹来抹走。阿莹讲，若厝内发现蛇，会当随卡互动保处处理，也是轻轻甲伊赶出去。若较真安全，也会当先用长柄的扫帚，甲伊赶入去砍挂的桶仔内底，避免伊乱爬。千万毋通凊彩伤害一寡美丽，带伫咱认捌的生物。记者郭林玉凯新闻报道。